有时甜蜜，有时又酸苦，甜蜜若花落，酸苦若冰苦，予人一歹吞落肚。是咱的姻缘真坚固，未来做成永远咱弥补，祝今咱双人双手照顾，共伴人生好路途。心爱的你可比是航路，恁亲像彼脚地鼓，心爱的咱可比像尼姑。永远是共脚步。智慧是一路红雨，咱的情爱无变故。谢谢陈林月娥、陈植昂。雅文老师，请讲评。阿妈，你真正是，互阮红人榜真大的光彩。安尼哦，我敢讲，所有台湾的节目啦，在这10几年来，会当看到安尼画面的，敢若红人榜才有尔。真的哦，哦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我这时节听到我阿妈咧唱歌，带着孙仔安尼吼，细汉袂菜，啊，即马孙仔大汉啊，带阿嬷安尼世界来唱歌比赛，即种安尼是听到恁的歌是快乐的歌呢，我是哪听哪哭，我实在有够感动。孙仔嘛真友好啦吼，即摆囡仔哦，肯带阿嬷吼啊世界去，搁知影讲阿嬷爱啥，阿嬷爱听啥，阿嬷的喜乐是啥，即摆囡仔真少啊。所以呢，咱嘛真难得，嘛是咱的红人榜一家人这个单元，要互大家看到的。啊，所以今日互看到讲这个价值伫遮，哦，啊，再一次甲阿嬷讲，阿嬷感谢你，谢谢。马上请阿德老师来讲评。陈林月娥跟陈植昂，老师好。只是我突然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上面表演的时候，不会觉得像阿嬷跟孙子哎，反而很像朋友哎。而且这个歌说实在的，就是点点滴滴都是好朋友的情感跟伙伴的情感，都是像爱情一样嘛，很单纯很纯粹啊。然后今天那个光是你哦，愿意接受跳舞的那一段哦，就得了很高分。然后再加上你每次唱到得够尽能力的心哦，突然就觉得这个歌都被你唱亮起来了，真是很有生命力啊！我感谢他带我来。好，你今天赚到，你今天赚到了，赚到了，我胜利的，对，我感谢你呀。啊，赞。